翻去一種 baby hair 啊，好飄啊，自己動 L 彈嘅狀態啦，好似完全冇負擔，係冇 weight 啊個頭髮。我 spread 俾你睇，好開，我頭先係滴咗3-4滴咋，哇，好薄。哇 Snow Fox 出咗 shampoo 同 conditioner 350ml 啊，都幾大支啦。咁而家做9折咧就261蚊。咁如果你係一齊買咧，梗係要一 set 買啦。講真，咁就會85折啦。咁仲可以加購5款嘅，即係刮痧梳啦，同埋養髮精華。唔係 shampoo 咁簡單，其實佢係會做埋頭皮嘅保養㗎。北極冰感系列佢真係有清涼感啦，因為佢有少少薄荷油喺裏邊啦。哇，個 texture 超級薄，同埋咧係用好少，仲要可以起到好綿密嘅泡，特別就適合頭皮敏感啦、油性頭皮啦、容易扁塌嘅髮質啦，同埋好適合運動之後涼浸浸啊，同埋潮濕嘅地區或者潮濕嘅氣候。第一個好處，溫和咁樣潔淨，佢潔力係好好，但係佢係溫和嘅。多餘嘅油脂啦、皮脂啦、汗啦嗰啲咧，你用完一次已經知啦。你即係啲髮根咧係好乾淨㗎，屏障級嘅洗護體驗啦，就真係話唔會過度去除你嗰啲油分，係啦，即係啱好，咁唔會有乾竭嘅感覺咧，就個頭皮唔會出多咗油去補償啊，有薄荷關係啦，所以係可以減低頭皮啦悶熱嘅壓力，令到你嘅髮根咧即係好爽好輕啊，清潔毛囊啦，亦都可以去除埋毛囊即係污糟啊或者閉塞所產生嘅頭皮嘅氣味，咁因為佢有茶樹成分，咁亦都有改善痕啦同埋頭皮嘅問題啦。咁跟住咧就一套嘅護髮素啦，咁我哋都係叫北極靈植嘅絲滑護髮素，個 texture 咧都係非常之輕嘅，特別適合啲髮根好容易有油啦，或者個髮質太柔軟，或者你成日都覺得自己要頻繁洗頭嘅，可以當佢係 hair mask 敷5分鐘咁樣，咁啊增強一個滋養嘅效果咯。用完之後咧，哇個頭咧真係好似飄起咁啊，個頭頂即係啲頭髮啊咁，完全係啡咁樣，好似已經有一陣風吹咁樣。因為佢有啲成分咧係可以維護個空氣感同埋蓬鬆度嘅，就係叫做一個雙效嘅滋養護髮成分啦。咁有3酸甘油酯。係分子非常之細嘅一個成分嚟嘅，咁可以改善粗糙感啦。咁如果你喺乾燥嘅時間係一啲會炸毛嗰啲頭咧，咁佢嗰個平衡因子咧，亦都可以幫你平衡翻嘅。跟住喺保護同埋滋養嗰方面都會做到嘅。佢可以補毛鱗片嘅空隙，咁變咗咧就可以撫平嗰啲分叉同埋毛躁啦。咁提供少少滋養啦、柔軟度同埋自然光澤，翻去一種 baby hair 啊，好飄啊，自己動 L 彈嘅狀態啦，好似完全冇負擔，係冇 weight 啊個頭髮。你好耐未試過呢種感覺咧，我就建議你可以試下啦。Inika 新出獲獎無數嘅精華粉底液，39% 係認證嘅有機成分。好，即刻要試 texture 啦！第一次用，記住我頭先 shake well 嘅，一定要 shake well before use 啦。跟住請你係用非常之少嘅量，我會用個比較扁啦、細嘅掃啦，咁就將佢 spread 開。咁佢本身好水嘅，你飛落嚟，因為佢精華嚟噶嘛。咁咧好容易 spread 開，亦都唔快乾嘅，可以 spread 到幾開。我 spread 俾你睇。好開，我頭先係滴咗3-4滴咋，你睇下可以 spread 到咁，但係唔乾嘅喎。想個妝靚係配翻佢，點都要用翻個 blender 啊或者海綿啦去印一印佢嘅。哇！好薄，唔使咁厚裝出街，因為而家係講緊春天啊嘛。用完之後咧，啲毛孔同埋瑕疵咧係改善，即係8-9成嘅，呢個係用家嘅感受啦。咁而臨床實證咧，因為佢有 serum 喺裏邊，所以係有臨床實證，就係你減少皺紋啦，40幾%，黐線嘅，仲可以減皺紋40幾%，跟住提高彈性啦30%，因為佢咧有個猴面包樹脂嘅萃取物啦，咁可以促進你嘅膠原蛋白更新嘅，跟住亦都可以提升肌膚嘅水分31%，因為裏邊有 ceramide 啦、葵花籽油啦，同埋好多有機嘅植物油啦。D 嘅 Essence Oil 紅紋石琥珀雙相精華油，咁佢同時係 essence 同埋 oil。但係800折之後咧，我哋會再 free 一個細盎嘅 cream 啦，同埋10ml 嘅 renewal serum 俾你，等於600折噶啦。咁臨床實證咧，7日啊已經皺紋數量可以減30幾%，面積又30幾，緊緻度提升30幾，彈性30幾，即係一個7日就有30幾% 嘅 range 嘅一個 clinical 嚟嘅。記住啦，用之前一定要熬佢啦，咁然後1至2泵到啦，搽晒全面。真品牌 The House of Honey 新出咧就係呢個 Botanical Honey， 係叫做原野百花蜜嘅。咁佢嘅定位咧就係天然嘅代糖啦，溫和嘅防護啦，好味嘅，清淡嘅味道，層次分明啦，甜啦，同埋完全冇苦澀味嘅。咁大人小朋友都啱啦，所以咧你可以當佢係砂糖咁樣用，搽下麵包啊，沖下茶啊，咁樣食下都得嘅。咁啊主要係促進益生菌嘅生長啦。跟住升級版咧就係呢個國寶級嘅尤加利蜂蜜啦。咁佢因為咧有 TA20 加啦，即係呢個抗菌指數啦，所以咧就會貴少少。不過而家800折之後都係200幾蚊嘅啫。尤加利樹嘅家族裏邊咧就有呢隻叫做紅柳桉 Red Gum， 咁係赤蠍色嘅，咁佢味道咧就有啲梨嘅味啦，口感係比較溫暖啦，係 warm 啲啦，咁亦都可以愛茶內服嘅，性價比高啦，真係啦。你又想有 TA20，但係又唔想俾 Jara 嘅價錢咧，咁你就可以用佢啦。TA 咧其實係一個總抗菌嘅活性，呢一個20以上啦就係醫用級噶啦，咁已經有持續性嘅抗菌嘅保護啦，咁可以維持呼吸道啦同埋你腸道嘅微生態平衡啦，亦都可以穩定基礎嘅免疫力啦。你明白。